Hello everyone， 我是二王卡子雅，欢迎收看这个礼拜加播的《二玩传说》。那我旁边的是，等等，这个熟悉的画面是。那我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旁边的来宾。我来宾终于创下了我们这个史上第一个迟到记录。今天的来宾学长 Abby， 先生帮我做一下。不要害羞，来。再度迟到的学长 Abby。都有标签，就是跟着哦，我看到。应该是你刚刚摔下来的时候掉的货物吧？就是雷残过去的货物。其实你等一下这个东西剪完之后，要再去找刚刚那个 NPC 的话，他一定等你等超久。再留第二滴的，等太久了，我加班费没人要付。哦，这个来了，第一个难关来了，我不能掉下去。不会吧？这边不会掉下去啦。那你怎么滑豆了啦？你怎么那么不会走啊？气死了！捡到一个中央配送的，获得了1个赞。获得了1个赞。哦。你可能会在各地发现遭遗弃的货物，将服务完好配送到原本的目的地，肯定会有人感激。好。所以说这个游戏我是要来获得赞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个游戏其实是在经营自己的社群。他现在目前在经营自己的粉丝专页。他现在得到粉专第1个赞。对，然后而且这个真的有点像 Uber， 就是他会给你几星评价。他可以爬吗？应该不行吧？欸、应该是要从旁边绕吧。等一下，你怎么一直跌倒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吗？所以刚刚那个女孩子，女角色受的伤比 Sam 来重。啊，这个伞请问？好近未来的伞。我好想要这把伞哦。那把伞看起来能干嘛？不好意思，请问能挡多少的雨？在这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很帅，他也是收着，对，就很帅了。甚至就喜欢那种看起来很浮夸，但是没什么用的东西。是女刺客，光学迷彩，往后，没有错。传说的送货员，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什么酱的，是吗？好像是哦。我是 Open 酱。哦，对。送货员，我要去拿东西。哦耶，我又可以得到1个赞。Dead Man， 他叫原来刚刚他的名字叫 Dead Man。是亡人吗？啊，太好了！我就一醒来就叫我去送货，真的是。那就是一醒来你就可以这样跑，都不用确定自己都不用确定自己的身体状态的呢。哇，结果现在要运送自己母亲的尸体，就是来个大包车，真的。这要换你吗？不用，没他你玩。你闻到底吗？对，那你玩啊，超 OK 的。我们上次苹果来的时候，梁宇成来的时候也是玩 MO 玩到底，然后他不管怎么样都会自杀。你今天玩的已经很棒了，虽然一开始没多久就死亡了，那是效果吧？那个请记得帮他剪一下这个精华。我真的就习惯先去死一下，看是长怎样。我游戏习惯。我等一下回去找你之前玩刺客教条的楼梯。这个楼梯看起来不是很稳固诶，以力学来讲的话，这个结构体看，对，感觉中间会断诶。第一个按键。妈！